周醫生、各位嘉賓、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好榮幸出席今日嘅大愛恩人春祭。去年12月咧，我參加咗秋祭，轉眼已經幾個月啦。清明節又剛剛過去，又係我哋懷念器官捐贈嘅日子。我感謝香港腎臟基金會舉辦呢一次非常有意義嘅活動。喺呢度，我先向所有器官捐贈者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因為捐贈者嘅大愛無疆、無私奉獻，願意捐出器官，我哋先至有器官移植，受贈者嘅生命先至得以延續。我哋喺懷念捐贈者嘅崇高情操之時咧，我哋希望鼓勵更多嘅人願意支持器官捐贈。現時喺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上面咧，已經有超過41萬名嘅市民登記，但係咁係唔足夠㗎。每日超過2000嘅人等候器官移植。醫務衛生局聯同衛生署同埋醫院管理局一直都係致力同社區夥伴去合作，推廣器官捐贈。我哋透過舉行健康講座啦，提升公眾嘅認知，亦都舉辦宣傳活動，以響應每年11月第2個星期六嘅器官捐贈日。醫院管理局會喺各個醫院設立櫃台，配合政府推廣器官捐贈嘅策略同埋措施。雖然現今醫療科技發展迅速，但係對於一啲器官衰竭嘅病人嚟講，器官移植仍然係延續生命嘅唯一希望。咁器官捐贈嘅來源呢，亦都有限，所以好多病人呢，每日要同病魔搏鬥，有時等候唔到適合嘅器官呢，就會不幸離世。我呼籲市民立刻到中央名冊登記醫院，同埋要告知家人，因為咁樣對於縮短輪候器官移植患者嘅等候時間呢，係至關重要㗎。我哋要喺社會建立支持器官捐贈嘅文化，將信息傳遍社會每一個角落。器官捐贈3S 就係喺中央名冊登記醫院 sign up， 告知家人 speak out， 同埋向親友宣揚器官捐贈 spread out。拯救生命、為愛人間係我哋嘅共同價值。我哋推廣嘅努力能夠為等候器官移植嘅病人同埋佢哋家人帶嚟重生嘅希望。我再一次感謝香港腎臟基金會多年嚟喺推廣器官捐贈嘅工作。你哋係等候器官捐贈嘅病者同埋家人嘅守護者，係器官捐贈者同埋家人嘅安慰者，亦都係推動工作嘅積極參與者。大家攜手讓器官捐贈者嘅大愛得以傳承。最後，我祝今日嘅大愛恩人春祭一切順利。多謝各位。